各位老友，周三現貨黃金走勢真係好刺激，波動極之大，早段跟住反彈勢頭衝高，其後又大幅回落，全日一度轉跌，最終只係微升收場。現貨黃金收報4964.5美元，全日僅升0.38%。有分析師講得好清楚，金價從高位回落，主要就係美元轉強。在家投資者見好就收，獲利了結嘅買盤出現，先至搞到衝唔上去，又跌返落嚟。今次金價觸及3日高位5091美元後回落，除咗美元強勢，仲有地緣緊張局勢緩和嘅影響，兩個因素夾埋一齊，壓住金價上升。美元指數一直徘徊喺如一周高位附近 ，DSY 全日升0.31%。收報97.67，美元一強，以美元計價嘅黃金自然有唔少嘅壓力喺度，呢個係常識，老友們要記實。仲有個重點消息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再度重申，強勢美元政策符合華盛頓利益，呢番講法進一步撐起美元，間接又壓多金價一鑊。地緣方面，周二美軍先係擊落接近航母嘅伊朗無人機，美伊緊張一度升溫，點知跟住傳出雙方仍計劃周五喺阿曼會談，緊張氣氛即刻減溫，避險買盤跟住縮筍，金價又少咗個支撐。交易員而家最關注本周美國經濟數據，包括 JOLTS 職位空缺數據。截至1月31日嘅初請失業金人數，呢啲數據都會影響美元同金價走勢。最後提一提，美國勞工統計局話，因為政府短暫停擺，1月份非農就業報告要推遲到2月11日先至出，大家唔使白等一場。再提醒一次，以上內容純屬市場分享，不構成投資建議，憑此入市買賣，盈虧自負。鍾意講金，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俾身邊朋友，多謝收看，下次再傾。